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探求新鲜事物是旅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。听说有种传情花是龙潭客家女子要出嫁时必备的吉祥物，到底什么是传情花？让我们去瞧瞧。好，我现在已经穿好这个青蛙装了，现在就要马上去认识一下这个传情花。走。老师，我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呢，这个是什么？好特别哦，这个黄色的这种它看起来有点像睡莲。它也是属于睡莲科的一种哦，也是哦。对，它是叫屏风草属。这个就是屏风草。对，所以这个客语叫做水泡莲。水泡莲，水泡莲。它意思说你浮在水面上的一个莲花。哦，水泡莲。哦，听懂了，水泡莲也是讲客家讲的水莲花，也是做传情花，讲这些东西的啊。它的栖地大部分都在客家族的一个栖息地的皮塘里面，然后也是我们客家族人讲的叫传情草。原来原生于台湾的屏风草，因为盛产于桃园客庄的皮塘中，所以逐渐演变成龙潭客家人婚礼习俗的一部分。这个传情花就是我们客家人，在女儿出嫁的时候陪同这个植物。过去呢，我们的这个女儿出嫁的时候，她会带5种很幸运的、很特殊的这些物种去做交换。所以这是其中一种。对，这个其中一种。正常如果都是送1朵吗？还是可以送很多？一般都是送6，像这个以算6为大为顺。不是说1朵而已。为什么要送6？一般都是以6吉利数6或是12或是这样的倍数成长。倍数。对，是这样的方式哈。那收越多就代表就是越就是爱更浓郁。是夫家越有钱，皮塘越大。数量是它比较富裕一点点。对，我们的客家人嫁到不管是在哪个地方，只要他前面你看到有一个皮塘，有种这种叫檀蓬草，这种的，你可以试问一下说，请问是不是你跟有一个客家的媳妇？这大概就可以知道说，哦，真的有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横在客家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哈。没想到这种看似平常的水生植物，竟然在客家传统中悄悄地扮演着这么重要的传承角色。传情花，花传情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